外商大卖场 Costco 因家己的品牌可克兰冷冻3种综合酶呢，互检出讲有下肝的病毒，引起消费者惊惊。早起立营立委就召开记者会质疑，认为这卫福部食药署动作伤过慢，无法度伫咧接到通知了后启动预防性落架，而且也要求这行政院消保会就要主动提供消费者集体讨赔偿服务。 大卖场好事多自有的品牌可克兰冷冻的3种综合酶，被验出含有 A 型肝炎的病毒，引起消费者的惊吓。那大型立委批评主管机关卫福部食药署失责，无及时发出消费警示。另外，立委伫初二早起也开记者会，批评食药署动作伤慢，应该随对业者做处罚。卖场进口的 A 肝酶呢，已经17000多公斤，已经销售差不多了。 所以呢，其实下架的呢只有几百公斤而已。那这么大的数量流入市面，食药署难道不开罚吗？不过食药署澄清，3月19收到国际警讯了，虽然确定同一个配合有问题的草莓并无输入台湾，不过伫加强边境的检验了，发现有另外一批智利进口的综合莓果有 A 肝的病毒，了后就对每一个国家输入的莓果类拢加强查验，同时启动后市场监测。 无想到讲，好事多自墨西哥进口的产品，有一批是无合格。我们已经把好事多莓果类的产品逐批查验，每一批都要检验合格才准输入。食药署强调，已经下令地方的卫生局做相关调查，也予业者提出意见的机会，依照食安法、食量法6万到2亿。另外，行政院消保会也讲。 初二下昼，包括地方的卫生单位也有业者，将会进行协商讨论，看安怎对消费者做补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